世界别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台中市一个数学老师，和9年前的学生投诉，以利用老师的身份拐骗、性侵学生，拢总5档遐尼长。20多档前发生的代志，司法对诉期已经过，总是听到一个做老师的人嘴里讲疼惜学生，事实是甲学生性侵害。被害学生的爸爸顶个月听到，唔甘搁气愤，咱甲爸爸同款，唔甘搁气愤。咱台湾人实在是做亲近老师，做老师有社会地位。阿土啊，这款检的嘛感觉会着。总是邪恶低估的人，所利用这款亲近的心理，控制学生，留一生的伤害。受害者遮伤重，遐尼惨的代志，咱的社会安怎面对？台中市教育局安怎处理？敢是代志过去就准拄上？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咱的学生囡仔伫校园受到的伤害。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人本教育基金会中部办公室陈宏远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本教育基金会中部办公室主任陈宏远。邀请高师大性别所杨嘉玲所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杨嘉玲。邀请大型国际事务所担名授主持律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苗秀律师。邀请立兴基金会王淑芬副执行长。大家好，我是立兴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淑芬。今麦台湾新闻界要甲观众朋友报告，咱有邀请台中市教育局，总是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今麦调查当咧进行，因无方便来发表因的意见。总是咱今仔日所讨论的代志，会讨论到台中市教育局因处理的这个步数。若是台中市教育局有不满，还是讲无满意咱的讨论的所在，请事后来表达。但先咱先来看台中市数学老师和学生投诉性侵的报道。A小姐甲人本教育基金会开记者会出来控诉，1997年伫台中某国中读册时阵，去互当时的导师利用权势性侵，时间持续几多年。是利用假日单独补救教学的理由，迫使我跟他在班级教室、保健室、校史室、电脑教室，甚至是班级出游的旅馆或者是他的车上发生猥亵或是性关系，并且威胁我不得分手或公开这件事，否则将会对我进行报复。A小姐表示，当年还阁无性别平等教育法，受权势压迫唔敢讲，一直到大汉了后做教育工作者，也兼做校园性别事件调查人员，才意识到家己嘛应该站出来发声。和 A 小姐共班3年的同学互相比对了后，嘛出现更加侪证据，证实这件代志的真实性。国中的时候，黄老师很常单独接送 A 小姐回家，很多同学都曾经目击。黄老师长期对她单独课业辅导，从国2一直持续到高中。当年的他手握很多资源，是个连主任、校长都要敬他3分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师母和小孩大概是他最好的挡箭牌。也若被指控的老师是表示 ，A 小姐毕业了后20多年拢无联络，今年4月才向台中市性平委员会指控，而且伫调查程序还未有结果，就对外发言，若影响到个人名誉，无排除追究。伊嘛强调一切尊重市府的调查结果。他如果任何指控，已经循教育局的调查程序正式的做调查，那么为什么在调查程序都没有结束？他就直接对外放话呢？他对于我的个人的名誉有所毁损的话，我跟律师研究，事后我还要追究呢。教育局一直都有按照性平调查的步骤在处理，我坦然面对，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一切尊重调查，配合调查，不希望是用这种猎巫弄乱舆论的方式。不离个人本基金会是批评台中市府非常消极，一开始敢若予这名老师留职停薪。市府是表示，目前已经接到2件检举案，拢已经进入性平会调查当中，最近都会公布结果。跟大家透露一下，快要有结果了哈。那我们会一旦有结果，相关的调查小组以及相关的会议有所决定的话，会向大家报告。
这件案件愈滚愈大，市府讲特别调查好啊。毋过今年7月初，台南校园嘛发生宽恕性侵律师的案件，也是卡着追溯期超过无法度追溯的问题。一位女性勇敢讲出25年的校园性侵案，煞谱出一堆咱真侪人毋知影有关相关受害者的痛甲艰苦，安怎做才会当避免搁较侪人受害？这也是社会面对错误历史应该有的反省甲学习。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讨论的这个个案是20年前发生的代志。这个黄姓的老师受到伊的学生来甲伊投诉，伊性侵伊的学生，大声取得家长的信任，鼓励这个学生过来甲性侵。学生知影讲这个代志毋对，想要结束这个关系，煞互老师威胁讲，要互这个望是以后要做老师的学生考袂掉老师，佮甲伊威胁讲，要甲伊为伊的这个自由家族内底来除名。你想看卖咧？一个老师竟然讲，伊有一个家族要甲学生除名，伊有即款的权利。即马这个老师已经受到咱今仔日这个个案，伊的关4档的前辈。计6档的后辈，拢有来指控这个老师10档内已经有3个女性的学生来指控。咱请教詹主任，这个老师受到的指控，具体是用老师的身份对这个学生做什么款老师无应该做的代志？第一点，伊就是呢，先分化伊的人际关系，伊先甲伊的。对于算讲有爱慕的也好，还是有较接触的迄个查甫囡仔嘛好，伊拢先分化，然后互班上的同学拢感觉讲老师特别对伊好尔，有啥物活动啊啥，拢特别对伊好，送便当嘛是互伊，搁来个别辅导，团体活动的时阵呢，大家拢咧团体活动，敢若老伊男校长做伙。所以伊的同学拢感觉讲，你有特别的权利哦，老师谁对你遐尼好，所以这边的代志事故出来了后呢，因的同学拢感觉足愧疚的。原来我误会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呢，这个老师伊先去争取家长的认同，争取家长的信任。对家长来讲，伊就讲这个老师对我好，佮名师哦，我爱听伊的话，所以这个老师也甲家长讲，你的囡仔伫学校无专心读册哦，拢男查甫囡仔伫遐咧写批啊，创啥安尼，家长就会倒来骂，骂了后，囡仔受到委屈，伊毋敢甲家长讲。因为伊万一讲我讲的时阵，是毋是老爸老母讲你就是安尼的人？咱看到爸爸的投诉这个爸爸20多年前，伊家己竟然嘛感觉讲老师特别疼我的查某囝，感觉足公平，感觉足甘心的安尼。是，对，所以爸爸第一个时间接到伊的电话的时阵，伊毋敢有啥物反应，伊就感觉足奇怪。经过20几天啊，想到爸爸佫会敲电话，老师佫会敲电话来，但是因为伊有听到重点。就是讲，因为超过法律追溯期，伊就讲有啥物代志，这个老师让我的囡仔有这种关系，应该是犯法的代志。是嘛？所以伊就有警觉性啊。但是伊挂电话进前，还佫有做礼貌的甲老师讲谢谢，因为迄当阵啊，咱的 A 小姐也无甲爸爸讲伊发生啥物代志。是，所长。咱看到拄则讨论，甲詹主任所讲的，这款老师性侵学生的手路，你拄则有讲到讲，你真了解这手路拢相像，敢毋是？嘿，因为就是对我大学的时代开始，就是咱台湾开始伫咧讨论性骚扰啊，佮性侵害的代志的初的时间经过这20多年来不管是我伫咧我大学生的时代，还是去做高中老师的时代，还是即马伫咧高雄的师范大学，拢有机会去接受到一寡性平的调查。咱会发现到讲第一就是当事人其实因若是要出来讲话，拢有一个共款的所在，就是因拢会感觉讲，我一定爱讲出来。
若是无讲出来，会有更较多的受害者。我无希望阁有即寡受害者来发生，所以我第一爱讲的就是，对即寡当事人来讲，因拢是真勇敢，甲会使走出来吼。啊，第二个就是，遮侪人拢会感觉讲，啊，啥拢会拖遐尼久，其实这就是定定看到。有够伤心的迄个情形吼，因为咱会使想看卖啊，若是惊你是一个无熟悉的人来伫咧公车顶甲你卡着，你敢有可能亲像学校老师伫咧甲你讲，你就爱将迄个人的手举起来讲，你即个咸猪手甲我放开，其实无，咱连无熟悉的人，咱拢爱伫咧想讲，敢是我心理敏感，还是我有啥物代志吼？所以咱会使发现着讲，当事人拢定定安尼想半工，佫会吞忍啊。再来，咱即马伫即件代志内底，咱看到的是老师对学生，啊，老师伫学生的心内底，第一就是拢会惊老师嘛。尤其迄款自由生吼，拢会感觉讲啊，我一定爱乖乖吼，而且阮即个老师真厉害的，迄教出来拢是读到迄个一中的，还是一路的，吼，所以就是会对老师尊敬、惊吓，佫会惊讲即个老师敢会生气吼。啊，若是即个老师对我有特别的关爱的时阵，我就会感觉哦，真好诶，那老师应该是真看重我的，吼，所以伫即款情形下，若是咱的台湾社会拢专门伫看成绩。吼，啊，再来拢伫咧教讲啊，你爱尊敬老师。啊，若是转去学校，有当时啊，学校的家长拢会感觉讲，老师讲的拢一定是对的。啊，伫即款情形内底，我感觉其实遮多的迄个当事人，伊都会遮长的时间内底，拢会伫咧遮学互老师控制。啊，有的人就会讲，啊，明明遐尼侪学生，遐尼侪其他的人，拢会使看到，你会使大声讲有坏啊，紧救我啊。啊，毋过阮处理内底，你就会发现到，有遮侪时间。当事人拢是会家己感觉才见效的。是。若是老师小可该洗一个目色，还是我顶摆处理过的，就是迄款妈妈的同事，伊只要车一驶遐，迄个学生囡仔就乖乖上车，因为伊则惊讲，若是有安尼扭来扭去，别人看到要安怎？其实见效了，我咱看到这个申诉人 A 小姐，伊的当初有一个投诉内底写到一个代志，互阮看到足唔甘的，就是伊甲伊的当初在等青阳顶过马路的时阵，这个受害者甲伊的当初讲，我想要甲你讲，我甲老师斗阵。啊，实际上这个囡仔人十通岁的女性囡仔人，伊感觉伊真正是甲老师斗阵。伊受到老师的这个关怀，伊袂晓，迄阵袂晓去想讲，伊事实是受到老师的性侵害。对，而且因为就是即款熟悉的人吼，第一就是伊会得到家长啊，佮有即个当事人的迄个信任，啊，第二就是一定都是爱，甲迄个操控。其实两个是人做伙，所以伊袂敢若该威胁尔。伫咧即款情形内底，有遮侪时阵，伊拢会讲，这是老师开始对你有好感，吼，也是这是咱两个的秘密，吼，你袂使凊彩甲别人讲。啊，若是佫加着即个老师，伊有某仔囝，安尼对即个囡仔来讲，伊就想讲，啊，当即马我是啥物款的情形？我是毋是对不起老师的太太？吼，啊，即马其他的同学拢感觉讲，老师特别对我特别好，啊，安尼大家已经就是拢。无要甲我讲话啊，我拢无朋友啊，所以伊伫咧进前，其实伊拢唔敢感觉伊家己是啥物受害者，因颠倒会感觉讲我是做唔到代志的人，吼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伫咧常见的即款熟悉的人，尤其即个是有师长，吼，也是有当时也是譬如讲阿叔啦，吼，就是长辈，若是对迄款后辈，拢定定互迄个囡仔会想袂出来讲，这到底是爱。吼，啊是对我的操控，啊是毋是对我来讲，我其实感觉怪怪，啊，毋过我毋知迄是啥物物件，这是定定看会到的情形。是，副执行长，咱拄则讲到是这个受害者，伊本身受到的伤害，总是咱拄则伫影片内底有看到，这个受害者的当初嘛有出来，这个老师为着要性侵害这个女性的学生，伊利用这个关系，互伊甲别个当初来疏远，而且。为着要甲即个女性的学生斗阵，伊个伫同班同学内底吼，有即个无适当的管教甲言辞的侮辱，即款的状况是甲即个性侵即款的伤害拖到规个班级，敢毋是安尼？是啊，我们可以刚刚听到，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在分化跟就是在孤立他这个被害人啊，他就是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对外求助，然后去让他的人际关系是孤立的。是对。那
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讲说，这就很像我们常在讲的权势性侵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以摩都公参与陌生人性侵，也是马上拒绝，马上 say no。以摩都因为他们都有关系的存在。那刚刚其实杨老师也讲了，他还要思考，就是说，当他讲了之后，他 say no 之后，到底未来会怎么样被这个老师对待？那而且老师们通常都会把它塑造成是一个师生恋的这种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那么的明确，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性侵防治的时候，都要回到就是说，现在性侵不是这种暴力型的，或者是所谓的所谓威胁型的，就是恐吓式的。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暴力型，它可能都是用情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操控、爱去控制。它甚至是对你特别的好。然后让你觉得特别的被照顾，让你觉得你是很独特的，对，那就会可以感受到他跟老师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可以更拉近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其实很多孩子他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性侵的事件，甚至还觉得是自己的错，怎么会跟老师谈恋爱？怎么会就反而让孩子自责之后，孩子就更不敢对外说出来。其实这常常是权势性交的我们看到的一个议题。早期我们是林奕含，那现在我们台中又有这样的一个案件，真的是蛮令人心痛的。是，律师，咱看到这个受害者吼，伊的高一四当的这个前辈吼，伊嘛有投诉，迄个投诉内底讲，伊无甲老师发生性关系，总是伊感觉老师是咧等。老师是咧等伊成年了后，要甲伊发生性关系，安尼来躲闪这个法律的责任。而且咱看到这个受害者吼，伊是20多当前发生的代志，即摆司法追诉期已经过去啊吼。律师，你的投诉内底有讲到，根据研究，一个性侵的受害者，甲代志讲出来，中间爱开的时间足长。是，我有看到就是迄研究来个就讲。通常咱性侵的被害者，伊才会要讲出来这件代志，通常是24年到25年这长的时间。是。就常都讲杨老师讲的是就是同款的。啊，伫这长的时间，但是咱的思考就是讲，咱即马法律的追诉期，其实是像这种性侵的案子是20年。那20年很显然的是讲，一般人如果他可以说出来的时间，早就都已经过了时间了。是。所以咱就爱思考讲，即马咱面对这种案件的时阵，咱的追诉期是咪爱思考讲爱去调整？因为咱来看性侵的案子，其实咱在讲追诉期的时候，咱是讲证据已经灭失了，那可能误判。可是，在跨性侵的案子里面，其实主要在性侵案子里面会出现的证据，除了说一开始的验伤，还是讲被害者伊的指控，再来就是讲被害者有甲别人讲，还是讲伊有受创的迄报告，大概就是这几种。但是咱会当知影讲，其实这款的证据，伊袂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小的，所以其实，在如果说咱来讲法律在思考追诉期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性侵的案子里面，他在追诉期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时间真的在拉长，会真的有受到说他原本立法目的的影响。那而且咱来看咱今仔发生的代志，就是讲囡仔是伫国中的时阵受到侵害。伊这是侵害，还是爱？伊还佫分袂清楚的时阵，伊还到啊，伊可能到成年，因为像做侪囡仔，伊做细汉时阵，咱可能拢还佫唔知影这是爱情还是伤害嘛。啊，等伊18岁的时阵，伊知影的时阵，伊爱佫有勇气甲伊讲出来。所以是毋是咱的法律爱思考讲，面对这款的案件，咱是毋是爱等到这个囡仔成年的时阵，才开始起算讲咱的法律的追诉期，那会当保护到咱现在就是受侵害的这些未成年人，尤其是说在校园里面。确实，刚刚老师或者是执行长讲到这些权势关系，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很根深蒂固。就是讲，老师伫咱这个社会上的崇高地位，还是讲老师徛伫迄未成年小孩面前，
那个是一个主管的位置，老师讲啥唔敢反抗，而且他老师讲的话，就圣公，就算是我们有听到说这个老师他其实常常会利用各种上课的时候讲一些他其实是想要孤立这个女生的话或怎样，可是班上的同学其实他完全无法分辨的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老师影响是足大，而且还上下的关系是是坚固的，所以那法律爱为家去思考，才有可能讲会去保护到家被害者安尼。是。讲到法律追诉期的代志，咱今仔日所讨论的这个受害者已经大汉，追诉期已经过，伊家己去甲台中市政府来申诉这个老师4月都已经去啊，到今要处理无好势。咱即马先来听这个受害者伊对台中市教育局处理方式伊的看法。这个观众朋友，你稍等要听到的这个录音吼，经过变声的处理，咱到底来听。在111年8月27号，我看到台中市政府发布新闻稿，引用本人在8月17日记者会所说明的，教育局在过程尽心尽力依法进行调查，但如今回想起来是一场天大的骗局。从一开始，教育局在今年4月接获本人检举后，竟然未依教师法的规定将涉案校长停职，反而让他到校上班，并使用该学校的电话骚扰证人和本人的家属。而教育局始终没办法对此进行说明，仅一再的表示让校长留职停薪静待调查，以留职停薪来混淆大众视听。另外，本人在4月申请调查时，已说明了要求教育局扩大调查，彻查校长历年所教过的所有学生。然而，教育局无视于本人的请求，直到8月新闻曝光后，才在本月27号新闻稿提出即将进行普调。若是府真如他们所说高度重视此案，何以到今日才主动告发，同意普调？过程中有许多措施都是在保护加害人，伤害受害人。因此，我沉痛地请求台中市政府一起捍卫受害学生的权益，彻底对每一所校长任教过学校的每位学生进行问卷普查，希望政府能与民众站在公平正义的一方，不让真相沉默。台中市教育局有表示讲，因是尽心尽力的处理，咱来看因安怎处理吼。大先这个调查的部分，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因有发这个调查批，互这黄老师所教过的学生，因叫做扩大调查吼。另外，因有设立一个专线的电话检举的专线，讲这是扩大受理。咱要问一个问题，这两项代志，敢毋是互相矛盾？若是你主动扩大调查，是安怎需要个被动来叫人敲电话给你咧？詹主任，伊第一遍吼，阮记者会了后，阮发3封的公文，吼，是，伊拢无要插阮，吼，到尾啊呢，因为阮有第2个受害者要送案件，伊甲阮刁难，吼，阮就搁较强烈抗议就对啊，吼，搁发一个公文吼卢市长，吼，结果呢，伊就设一个叫做专线。好，伊这个专线来讲，伊要扩大受理。好，请问一下，啊无扩大调查哪来的受理？而且伊这个专线哈，是上班时间才会使卡，是，毋是24小时的。如果我也是受害者，我是毋是去卡113就好啊？我何必卡这个专线？这个专线有人试过，转来转去，毋知要转互啥。好，啊伊到尾也有压力啊，知影阮要搁发动搁较大的抗争啊。所以，伊就对我宣布讲，伊要扩大调查，讲伊即将扩大调查。哦，即将，嘿，对，即将。讲昨已经寄批啊。好，昨寄批，嘿，问题是，阮即马目前收到的，吼，因为阮有要求嘛，吼，3间学校搁1间补习班拢爱寄。是。好，目前阮收到的，敢若是 A 小姐这班的人有讲有收到尔。一个学校内底20当前迄班的人才有收到。对。所以其实阮前2天吼，嘛有收到做侪家长敲电话来讲，伊是即间学校毕业的，吼，啊，请问迄批当时会收到，
好，我讲我唔知影，啊无你打电话去问教育局好啊。是。嘿，因为我无法度回答，但是我确定的吼，另外2间伊做校长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无人收到。哦，啊，处理甲安尼，后壁安尼处理，是安怎？是啥物款的原因？无要处理这个老师，讲这个校长。其实我嘛做怀疑的啊，吼。其实到今嘛为止啊，吼，第3点在留职停薪，吼，这种代志吼，其实伫4到8月份的中间，伊就应该爱停聘啊。法律教师法的规定是安怎规定的？教师法吼22条规定就是讲，你若犯着性平事件，吼，在调查期间你就要停聘。你教评会，你开教评会了后，你就先停聘，停聘接受调查。停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因为是教评会开过的，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哦。行政调查嘛，你停聘完之后，你就不会进到学校去了啊。是。你4到8月份这中间，你还去参与这么多活动，对吧？所有的人都唔知影这件代志。是。好啊，这件代志，唔知影中间你阁会使运作啥？打电话予受害者。哦，这个代志爱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4月的时阵，咱这个受害者吼，家己去投诉，总是台中市教育局一直无处理。伫这个过程中间，4月到8月中间，台中市教育局干那要求这个校长吼，你休困，你莫去学校，总是伊有缘有去学校，而且用学校的电话打电话，或者受害者的爸爸要甲伊估钱。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申诉应该是无露名的呢。是啊，这个是保密的啊。校长是安怎会知影要打电话给什么人？这就是我要问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是安怎伊知影电话？是安怎伊知影是这个 A 小姐来投诉？是。好，这个问题我嘛是要请迄个台中市教育局来回应的。好，伊毋是干那安尼尔，伊阁知影证人是啥？伊阁打电话证人讲吼。如果你也要出席，我要去恁兜做家访。哦。威胁伊。搁再威胁对。对。啊，搁来，搁伫群组，吼，拜托大家，嘛毋是算拜托啦，就是甲大家讲吼，希望大家吼，家己的迄落啥物，通讯录啊，伊要做一份啥物资料啦，吼，啊留通讯录，啊一寡同学毋知影吼，就帮忙调查安尼，吼，伊就是伊要调查出咱这 A 小姐的住所联络方式，好，啊，这个代志呢，是因为有足谨慎的同学知影，所以同学就阻止，哈，伊就伫群组内底讲，哈，因为这个老师哈有违反性平事件，正在接受调查，所以拜托所有的同学唔好留任何资料。是，好，所长，咱今仔处理这个代志吼，阁有另外一个美感，就是司法追诉期已经过。这个受害者希望讲行政调查，总是台中市教育局伊说家己去这个台中的司法单位去甲举发，哦，教育局家己去做这个代志，伊无尊重受害者本身的意愿，因是安怎要安怎做的？我即摆伫咧看，我感觉第一就是台中的市政府，伊伫即个过程内底，其实有上大的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拄啊，迄个咱主任讲到的，就是伊是安怎伫一收到了后，伊无依照迄个教师法的22条的规定，讲爱甲伊停聘。吼，因为你一甲伊停聘了后，伊甲袂有一寡机会会使去做一寡动作。吼，啊，再来第二个就是伊是安怎无爱好好来扩大调查，因为依照咱进前的迄个经验，这绝对是调查落去是规大官的迄寡肉粽。是。啊，是安怎伊无爱调查？吼啊！你其实是会使分问卷，亲像进前台南已经有同款的例，你小可去看者，你就知影人其他的县市是安怎来做。啊，伊是安怎4月的时阵就已经要求讲爱扩大调查，结果伊直到8月29，迄个时阵甲讲哦有阮有问卷，即中啊伊即4个月敢是拢伫咧嗷困。啊，再来第三个，你即马讲到迄个送迄个调查哦，第一就是。
依照阮顶摆处理的经验，就是所有的受害者，伊其实要讲出来已经足困难啊。是。啊，再来第二个，就是伊若是想着讲，我即马毋是干那面对行政啦了，我即马若是再来念的是警察，还是检察官，啊，再来我搁爱去法庭，啊，即个法律的迄个过落去了吼，可能是爱一两冬的代志。是。就算讲是伫咧追诉期内底，有遮侪受害者，其实拢毋敢行即个过程，因为即个过程伤过艰苦啊。啊，伫咧 A 小姐即个案例内底，咱就会感觉搁较奇怪，因为伊已经是无伫咧即个咱的追诉期内底啊。啊，市政府是安怎？第一，伊违反着 A 小姐的意愿，人已经甲伊讲，我已经超过追诉期啊，你无需要帮我送，我干那要好好啊，恁帮我做行政的调查就好啊。是。啊，伊无尊重即个当事人的意愿，连我顶摆伫咧阮的迄个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也是阮的民间团体，阮若是接受到即个受害者，阮嘛袂凊彩讲啊，你就去告，你就去告。因为若是死是别人伫咧死呢，毋是你伫咧即个过程内底，你行到遮尔艰苦，是迄个人伫咧艰苦，毋是阮即寡伫咧边仔化烧的人伫咧艰苦呢。好，啊，再来第二个，人已经甲你讲坏啊，啊，早起甲你讲坏，你下晡就去发布讲，有我已经去告啊，啊，安尼告完了是有啥物效果咧？第一，我分析互大家听吼，就是伊已经超过即个追诉期啊。所以是毋是到时阵检察官一看就讲啊，这都已经超过追诉期，所以我无法度起诉。哦，安尼台中市政府则简单呢，哦，不起诉，啊，是毋是我就会使结案？校长无起诉。对，哈，啊，这就是第一个，吼，就是上简单的处理。再来第二个，我较烦恼，上介烦恼的是，万一真是有一大罐的迄个肉粽，就是有遮多的受害者。原本你若是互我一个问卷。我可能还阁小可敢写哦，啊，毋过即摆我若是要写正经，想讲系啊，市政府已经将规个案件拢送去法院去啊。我写落了，是毋是再来我有遮尔多的代志，我拢爱去面对。所以伊可能会互一寡已经有受害，啊，毋过伊原本想要讲的，伊煞倒退，因为伊想讲我无法度有遐尔大的压力，我无法度。吼，啊，再来，咱会使看台南市，伫咧台南因的方式是，伊全部调查完了后，若是还阁伫咧追诉期内底，伊甲去送互法院，这安尼才是合理的。所以我感觉台中市政府伊遮尔多的有问题的代志，其实教育部还阁有监察院，咱拢爱出动，因为绝对爱甲伊调查落地解释。是。拄则所长所讲的，有一个现象的咧，都是台南这个上志公老师吼，这个上志公老师伫台南嘛捌教，伫台中嘛捌教。人本教育基金会受理伊伫台南教23档的时阵所犯的性侵害的代志吼，迄阵台南的市政府是安怎处理的？伊是发这个调查的批吼，甲这个新的案甲旧的案合起来调查，找到11个人是受害者，安尼才去甲这个司法机关调查。咱看，这个上志公老师伫台中嘛有教，伫台中教6档，当这时伊伫台中教的时阵，一定嘛有受害者。不过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是安怎处理的？伊无普遍调查，吼，啊个因为安尼无做，就无找到受害者，就伫。同款一个受害人，伊伫台南已经互判刑了嘛？无起诉。已经互起诉啊？啊，煞台中煞无调查吼。伊讲伊毋免回公文啊，都毋免。哦。嘿，我有发公文互伊嘛，伊讲无需要回公文给人本教育基金会。是，律师我若是扮演台中市教育局的角色，我敢会当讲这都性侵害事件，我的责任所在，我一定爱去司法机关投诉，去甲举发。我敢需要一定爱安尼做。其实是这件代志做好笑的所在，嘛是做学人感觉气愤的所在，就是讲，咱起码是啊制度上有行政调查，是啊有刑事。是。本来这制度的是两个走向的不同的处罚。那刑法有依国家对他的责任嘛？那行政调查是对伊的行政角色的责任啊。所以本来咱就是两边各做各的事情。是。你还做好你的代志，就是咱即马，譬如说
假设咱后人去告诉还是告发，咱这检察官这边也去调查嘛，但是伊袂讲伊去调查的时阵，伊讲我先送下别人啊。啊，咱即摆看到就是台中的教育局伊做的代志，就是我家己的代志还袂做好，而且搁足侪代志无做，你爱去普查嘛。而且这侪学生，你该发信你就是要发嘛，伊还袂做。为4月到即马拢还袂做，伊先讲人去告发，伊要先去告发一件代志，而且咱会当看到就是讲，伊这是违反了就是一开始受害者伊的意愿嘛。受害者的意愿在这种案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咱去尊重讲一个伊行遮久，行遮25年，伊才有勇气甲伊讲出来的代志。你无想讲伊安那甲你讲，你就随便。讲我要去做司法上的告发，但是司法上的告发的意义的亲像老师拄则讲的，咱拢知影追诉期已经过啊，你到底有啥物态度去做这种代志？而且如果讲伊也是感觉这是伊的法律上的责任，那你就要安静做。什么叫安静做？你怎么会发新闻稿？哦，但是我。整个看起来就是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在里面啦，所以其实我看到这里，我真是就感觉做唔对诶。咱搁看一个所在就是讲，拄则讲到诶，为什么今嘛老师会去找到这个受害者，还是讲伊的爸爸，还是讲迄个证人？很明显就是有人泄密嘛。是。因为在这个性平这个案件里面，上重要的是讲，你还保护。出来恭维，对东树人啊，你整个过程都是要秘密的。是，如果今天台中市，伊要做的所在的是，咱今麦爱熟客的是，伊是不是有泄密？如果今天地检署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查这个老师有没有性侵，其实要查台中市政府是不是犯了泄密罪。哦，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要在这边特别呼吁。那个台中市地检署的，今天的重点是这些行政的人员，他们是犯了泄密的一个责任，这个是应该要深入去调查，而且这个是完全的去侵害了这个被害者的权利，也没有把我们这么长久以来，我们是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受害者的这个立法的东西，是完全破坏了。那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认为说，台中地检署是要优先去调查的。是台中市教育局你有听到吼？邀请你来，你无爱来，你无法度解说。副执行长，咱搁请教一个问题：伫你处理这个性平事件的这个经验内底吼，亲像这款性平事件，若是进入司法的程序内底，变做一个司法的案件，对要未讲出来。还是讲，当要把这个代志讲出来，这个受害者有什么款的影响？其实进入到司法其实真的会是很容易，我们的被害人会遇到所谓的2次伤害。对，因为其实很特别的是，因为在司法的一个程序，我们的被害人他都是一个证人的角色，他甚至多半他都要具有举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都知道，性侵害事件本来就很难，就是它是一个密室发生的事情，它很难举证。那再加上如果这个时间久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被害人在司法的过程当中，他会遭受到很多的质疑，包括对方的律师，包括咱的检察官，甚至法官，买干嘛讲啊？你那迄当中不爱走，啊，无你那些那无求助，好，或者是你那对一起，就是有非常多质疑的声音，就是在指责我们的被害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跟氛围，所以的确。我们一直在讲说司法会使更较友善一点嘛，会使更加了解咱的性侵被害人一寡无，因为有当下实在，尤其这种关系权势性侵的，或者是大部分都是熟识人的性侵，其实讲不加简单加明确啦，它的界限没有这么明确啦，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说，我觉得走入司法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氛围真的要来支持他们站出来。因为我事实上在这个案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整个那个酸民文化，咱规个社会氛围的代志，有一寡人就会讲，啊，你哪会即马甲讲，啊，你哪会迄款迄当中啊，拢无发生，拢无揭露。
啊，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非常多，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在那时候揭露？你来想看嘛，伊当中刚刚14岁、15岁，一般都供出来，然后以及但其实澳洲度假律师毛供儿少的性侵，他有时候在澳洲的那个调查里面，伊是离着细腻个供出来呢。是，所以有很多指责被害人的声音啦，或者是我觉得这些都会阻碍我们的被害人站出来。伊若无站出来，所以人是啥？所以人是咱规个社会哦。因为我拄则看迄黄老师三个38年呢，38年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手法哈，他是有谋略的，他是有策略，他是慢慢的略诱的。所以我们如果依照之前的处理的经验里面，迄拢无可能加一个人、2个人、3个人。杨老师都要嘛讲啊，你若假的是去真正很认真的去调查，不一定假的是一拖拉骨。所以我们真的呼吁，真的要扩大调查。那我们也蛮遗憾的是说，台南市政府拢有进行的经验啊，为啥台中市没有学习？对，没有学习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现在就会变成反而让被害人更不敢站出来。我感觉这实在是这可惜好不容易有人愿意站出来发声，可是我们好像就把它给晋升掉了。是，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再做一个呼吁了。对，陈主任咱莫讲20外当前迄10通回囡仔吼，准做是即马一般的家庭，敢袂想讲，这个黄校长看起来甲教育局关系真好呢？伊会想讲，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敢有法度？去甲即个伫司法面顶，去甲即个甲教育局吼，甲所有的教育界的人关系拢真好的人来对抗。我想伊的关系吼好甲今嘛目前为止哦，佫做侪人帮伊讲话啦。发生这款代志，佫会当替伊讲话。咱新闻已经安尼一直报啊，要是做侪人相信伊的话，因为安怎？因为伊无停聘。是。教育局无甲伊做处分嘛？是。过来，伊的扩大受理，伊的扩大调查，拢无实做嘛。所以为什么阮这边拜伊的时阵，阮会讲台中市政府打假球嘛？是。伊敢有真的有咧做，伊也有咧做，伊就必须要甲所有已经教过的学校，伊爱去做说明啊，伊爱叫这个学校这个人相信伊的人，伊的人马袂使有任何动作嘛。但是伊无啊，所以即马相信伊的人，佫四界敲电话啊，讲这是一个误会啦，吼。这个误会真紧就会使，就会解决啦，大家爱相信啦，所以伊愈安尼讲，我想潜在阮遮受害者佫愈唔敢出来。是。过来就是家长伊会怀疑嘛，伊虽然心中有一个疑问，讲校长进前拢找咱的囡仔讲要补习，到底即马是安怎？这拄好我想要问一个问题20外当前发生代志的时阵，这个人是一个老师，这个黄老师是一个老师。是啊，是啊。伊即摆做校长，照理来讲，校长甲学生的接触是较少啦，若是甲班级的老师若相比啦。总是听起来，这个黄校长吼，即摆甲学生的接触游玩是真济，敢毋是？是啊，因为伊即摆伫即个学校，伊有成立数学小助教嘛，这个数学小助教呢，伊会教嘛。伊本来拢是互遐个老师去教嘛，但是伊就会慢慢来兼课嘛，伊慢慢来接受这个囡仔嘛。是。所以这个囡仔有几个人，可能嘛是拢定定咧接受校长的人。是。这嘛是阮烦恼的所在啦。毋是讲伊做校长，伊就拢无接受囡仔，无。伊有伊的团体带来带去。是。伊有组织，有啦啦队，有数学小助教，佫有数学营，足侪活动的。对外界来讲，伊是一个足认真的校长，因为活动办足侪。但是因为发生这个事件了后，阮就开始烦恼啊！遮尔侪活动内底，这个查囡仔到底是互伊带出安尼，到底是有出啥物代志无？其实阮即马拢足惊吓，你知无？是。因为足侪人嘛拢敲电话。其实为什么阮会发现这件代志的原因，是因为足侪家长，足侪这间学校的家长，拜托阮。袂使干那追查即马 A 小姐学校尔，其实是足侪家长来安尼甲阮讲，表面上来讲，学校发动讲人本教育基金会你污蔑学校啦，抹黑学校，破坏学校校誉。可是事实上，足侪隐藏的家长足烦恼的。是。
因为因听到足侪囡仔咧形容讲，那校长有叫谁出去哦，吼啊无来上课哦，叫去校长直说无来上课。对啊，吼讲要帮伊补数学啊，吼下课去上课无转来，是，吼啊这风风雨雨，难道咱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唔免去调查吗？是。伊有行政权呢，伊有这行政权会使去做调查，伊唔去做，伊去送地检署要创啥？伊会使停聘老师，伊唔去做，伊去送地检署。是，所长，咱所掌握的资讯内底吼，咱知影这个黄校长有另外一个手路，就是带学生囡仔出去耍的时阵，某仔囝嘛带出去。吼，某仔囝顾学生，伊家己对伊所锁定的学生做这个性侵害的代志，安尼甲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我即摆伫咧看上，就是拢会感觉足艰苦的吼，因为依照我的经验，我会发现着讲，有遮侪即款行为人吼，伊就是遮了解遮侪人的心理的，就是因为伊家己知影咱的人人心是啥物型，所以伊就是会晓操弄吼。所以咱定定会知影讲，伊拢会知影我啥物人较好下手。譬如讲，若是较孤立的，也是譬如讲伊无啥物朋友的吼，也是较乖的，嘿，唔敢互家长来烦恼的吼。所以咱即摆安尼听到即摆，我嘛会感觉讲，第一就是。若是就亲像咱正伫咧看迄个韩国的电影《熔炉》共款，就是伫咧特教学校内底，若是发生着即款性侵、若是性骚扰的代志，定定需要的是学校内底，若是有较有正义感的老师，吼，也是譬如讲你是家长，也是你是啥物学姐妹，吼，已经是毕业的学生，较无迄款管理就是权势的迄款关系的时阵，拜托看有法度，就是。譬如讲，你来接受迄个人本好啊。譬如讲，你若是感觉讲若是台中市政府，你唔敢相信。咱其实台湾有遮侪民间的团体，包括立新吼，包括迄个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我进前的迄个协会，还有亲像人本。其实咱即寡民间的团体，拢是徛伫个受害人这边，拢是徛伫个保护。来甲咱讲即寡风声的人，吼，所以我是第一爱安尼呼吁。第二个就是对于家长，因为就是其实有遮侪囡仔，伊伫咧厝内，伊是唔敢甲爸爸妈妈讲的，所以伊一开始伊拢会小可用试探的方式，譬如讲，伊会突然问爸爸妈妈讲，你感觉某某老师安怎？若是迄个家长就想讲，哎呀，某某老师介赞啊，伊名师啊，安尼迄个囡仔就吞转去。所以，咱其实咧，正正我伫咧甲迄个立新基金会，我嘛有出阮有斗阵出一本，伊就是伫咧儿少性侵害防治内底，阮对大人就是讲尊重，毋是干那讲尔。再来，阮对囡仔讲的就是，其实咱伫咧学校教讲，你都爱大声讲坏，其实讲坏是则困难的。所以你若是无讲坏，嘛毋好去感觉是家己的毋对，嘿。这是常态，这是正是则平常的代志。会晓随讲无我坏的，这其实是介少的。所以若是家长，你想要听到囡仔的心声，这个时阵你就是爱好好听你的囡仔要讲啥。譬如讲，伊若是一问迄个问题，你就会使颠倒问讲，你哪会问这个问题？你感觉咧？嘿，互伊先讲。唔好你家己就先安尼下判断安尼，而且咱常常看到即寡老师的手法，就是伊若是早起甲你的囡仔卡一个吼，伊随敲电话互你，伊会先甲你报告讲，恁查某囝吼，今日伫咧学校安怎无好，还是恁囝伫咧学校安怎无好，所以迄个囡仔还袂踏入去厝内门，厝内家长就开始骂，老师已经敲电话来，你今日安怎？伊明明伫学校受到老师欺负，伊怎所有话拢吞转去啊？是。所以我嘛是感觉讲，我知影即马咱的电视机头前的遮侪家长嘛会则烦恼，想讲系啊，阮的查某囝有伫咧迄三个学校内底。毋知影阮的囡仔敢有去受到伤害无？所以若是你真是想要去接受你的囡仔的时阵，我嘛建议咱电视机头前的家长，咱其实有即寡出版品吼，你会使小可知影一个，知影讲我若是要甲我的囡仔讲话，有啥物款的迄个技巧，我会使小学一个。其实上简单就是你先听你的囡仔讲，安尼咱拢会使帮助扩大调查，佮有帮助，互佮较侪的囡仔，莫佮继续受到伤害。是。副执行长，咱看到这个案件以及普遍的案件，咱拢看到讲学生囡仔去到学校，伊事实上是受到教育的主体
煞变做讲伊唔敢甲家长讲，唔敢甲当冲讲，无人会当讲出伊家己受到的伤害。亲像这款的状况，伫咱的校园内底，敢无一个解决的办法？其实这个案件吼，咱嘛会使看到讲，这个老师就是做权威嘛，伊就是独大嘛。那伫20几年前，的确咱学校的认辅制度唔是这样完整啊。那都还，咱都有讲过，这个学生他可能在人际同侪是孤立的啊。其实连老师嘛是没有其他第三个可以信任的老师，除了那个独大的那个导师之外，所以咱嘛是伫讲，迄认辅制度，迄辅导老师，要安怎伫这几年他建立他完整。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是孩子的第三方可以信任的对象？因为导师的确是比较常跟他们相处啦。不过辅导老师他基本上也要成为一个可以被孩子、被学生信任的一个对象，让他有一个第三方的出口。他刚那时候 A 小姐是说，他好像就是只能跟导师去沟通，他没有其他老师的一个可信的老师除了校园制度之外，刚刚杨老师公咱的家长的角色，怎么样让他愿意跟家长说？我们有出这样的一本书，都欢迎大家可以来索取。那另外，其实今年在7月的时候，其实咱的国家监察院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们是想要就是做一个我们校园跟儿少安置机构，在18岁以下曾经就是有在校园或儿少机构有被性侵的。遭到这些机构背弃的这些受害人，他们能不能站出来？就是国家愿意听他们、聆听他们的声音这跟司法拢无关系，这就是拢保密的就是讲你甲你的故事讲下，咱的国家听听看嘛，讲到底进前发生什么代志？为啥你唔敢讲？为啥学校无法度甲你帮助？无就是为什么学校没有任何作为，或者是负向作为？他们是想要收集。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料，然后做一个扩大普查的一个调查，那看看能不能对我们未来的学校制度啦，或者是可以给我们未来的学生，可以怎么样有一个防护的机制，可以做一个政策的参考。所以我感觉大家若有需要，你真的是无法度徛出来，不要紧，咱阁有另外一个管道，咱会使讲下政府听，咱会使讲下国家听。监察院的迄个管道。对，所以你只要官网上，其实我们的申诉电话就是那个0800818885，这是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设置的一个专线。对如果你上网去查，你就查关键字，就叫做国家用心听。对，就是这5个字，就是你查一下应该都可以查得到。那其实我们现在从今年7月。会一直进行到明年的6月，这是一个蛮长时间的调查，所以很欢迎，就是说，如果被害人真的想要发声，想要为未来的孩子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那都欢迎可以跟我们联络。是，律师伫法律面顶可能嘛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咱看到亲像台中市教育局以及一学校内底。学校内底的老师、教育局内底的人员，可能拢咧保护这款有性侵学生状况的老师，因的同事。咱伫法律面顶，敢会当用修法去改变这个状况？其实咱法律对于就是说性侵这样子案子，我们其实过去可以看到的是讲，那所谓的权势性交来的。其实监察院做过研究的是讲，以在法律上，它的案件比例是非常少的。是啊，非常少，其实就是有度假带来共一下因素嘛，就是讲处于这样的状况来的，其实做歹去处理的嘛，做歹徛出来，嘛就算徛出来，对，拄着像咱这件代志安尼。各种状况，所以其实，在法律上面，我们信不信？当然就是在现在的那个权势性交里面去思考，说怎么样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修法，尤其是说咱今麦法律对于权势性交来的要件，其实规定是都不明确。所以这个我是感觉讲，可能有一寡修法的一个空间呐。那另外就是说，关于说这个案件，刚刚讲到那个追诉期那个部分，我也是在这个法律的修法里面觉得是重要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从事很多那个被害人的一个案件的部分，
其实性侵的被害人是所有被害人的类型里面，路途算是相对很艰困的。就是讲，有一些被害人，他可能被害之后，他可以大声说出来，又或者是说，他可以控诉。律师，请稍等一下吼，咱主任最后的时间吼，咱替A小姐来讲人本教育基金会甲伊即卖的诉求，咱搁再对台中市政府、对咱的观众朋友讲一摆。阮的诉求一直拢无改变。第一个，立即停聘；第二个，立即扩大调查；第三个，立即并案处理。好，这是阮三个要求。第三项，台中市的教育局拢也袂做。打假球。是啊，所长。我感觉就是再来就是亲像即摆咱伫迄个荧幕顶也看到，即个修法最重要的吼。啊，再来第二就是我做一个迄个师范的大学的老师，我嘛感觉咱持续的即款性平教育最重要，尤其是唔好伫咧个甲囡仔讲啥物爱大声说不，啥物放开你的咸猪手，即款拢是无符合迄个现实的代志。所以咱正是爱好好啊听囡仔的声音，互所有的囡仔都是咱的儿童人权，更较受到重视。是。多谢现场来宾，咱台湾新港界，下礼拜再会。